跳舞的部分的话，那就是 Lisa 吧，就大家都会喜欢 Lisa。Hello，Now News 今日新闻的各位读者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佛摩萨 Sexy 啦啦队的成员2号琪琪。大2的时候，就我们有选修课程，然后我就选了韵律舞蹈，然后老师刚好是教那个韵律舞蹈的，就是韩国 MV 流行舞。我只是喜欢哪一些韩国？其实我算蛮山顶洞人的，我也没有特别去 follow 哪些偶像明星，但就是老师教的歌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看，我就学了。我自己是本身就是觉得跳舞的女生都很有魅力，就一直很向往可以跳舞，就会想要增进自己。对。那哪个女生是你自己觉得很有魅力，会想像她？跳舞的部分的话，那就是 Lisa 吧，就大家都会喜欢 Lisa。力道跟表情都很有爆发力，就是她在舞群里是会发光的。我就是想要像她一样。对，我不是那种天生很有舞感，或是音乐一放下来我就很有律动，因为我本身个性，其实我以前算是比较害羞，现在也还是啊，就是比较有克服这一块了。因为我以前个性是偏胆小又害羞，所以可能音乐下来我也会因为害羞，然后不敢跟着跳。我接触啦啦队的这段期间，我都是从事跳舞的工作，所以算是有一点经验，就大概也知道怎么展现自己，就是有自信的一面。这也是我最喜欢表演的原因之一。看到你现在当啦啦队，有没有那种很惊讶的？有啊，很多学长跟同学都有就是私讯我，就说哇，就是类似就是自己很幸运可以。他都跟朋友说，哇，他有个学妹啊，或是他同学是啦啦队成员，大家都很羡慕，然后就是会一直说我好厉害之类的。家里算是比较开明吧，就是觉得各个行业都可以去尝试看看，对，但也是会担心，就是觉得可能跳这个也不能跳一辈子，或者是真的可以养活自己嘛，或是可以。会担心我会不会吃不饱啊，或者赚不了钱。传产业，对，然后我妈是在做会计，那我就是去公司帮她记信啊，整理一下资料之类的。我觉得自己算是蛮幸运的小孩，就是有时候会不知道什么是苦，就是家里不会给我有经济的负担。那如果我觉得这个行业真的走不下去的话，可能我还是有其他的出路啊，可以去尝试其他的工作，或者是回家里帮忙也行。是有遇过那个一个台北的新的经纪公司刚成立，然后他经纪人是蛮想跟我合作签约，对，但是那时候因为我不太了解，好像是5到6年。因为他没有实质的明确的说清楚，还有他可以保障我们的，就是保障我们的东西，就是可能只是说会提供你演艺方面的培训，就讲的有点模糊啦。然后他也很新，他也没办法确实的给我讲得很明确是怎么配合的方式，然后就要签那个合约。等于是被绑死，加上他又在台北，我那时候可能工作还不算太稳定，就要一直来回台北，油钱、车钱也都是自己去吸收，所以后来就放弃了。平常不工作的时候，我还蛮喜欢就是去尝试新鲜的事物，或是就是到处游山玩水，就尝试一些类似去玩 SUP， 或是飞行伞、游泳，就是运动啊，爬山我也很喜欢，然后健身。你是上山下海型的？对，就是我很喜欢到处跑。我曾经有去爬那个鸢嘴山，
但我朋友那时候只有约我去爬山，我们姐妹就是约说要去爬山，我也没想那么多，然后他还就是默默的没有告诉我们。我们到了那边的时候，他还帮我们准备手套，我们才知道那是就是一座很危险的山。